大家平安出头天，我是龚推。咱来看这1980年出版的节目，当绝版啊，无底尾，总是网络顶有通医。安怎医呢？设施有3个剑卡：阿敏、阿春、阿莹。随个有挂字仔伫房仔顶行。检菜阿敏有不遮侪字得行，拢无行介远。阿春较少字，拢行不遮远。阿莹有诶行较远，有诶行无介远。就是看谁大声甲伊迄字仔行3字到前方，就赢。亲像即字行较前方，即字行较前方，即字嘛行较前方，安尼就是阿春赢。字仔安怎行咧？检菜即马着阿春第一，着4粒豆仔，落落甲因分做2粒一组，2粒一组。比如讲，安尼分，即组是7点，即组是11点，就通摕这乌色的字仔伫7迄纸行一步，搁另外一字伫11迄纸行一步。行了通搁落一摆，搁顶2条线，看要爱6甲8，还是4甲10。检菜经6甲8，总是乌色的字仔剩一字，简单会使经一纸来行。经6就无通经8，经8就无通经6。行了通搁落一摆，即遍看要爱10甲12，还是2条11。若10甲12就无乌色的字仔通行，所摆就经2条11，伫11迄纸行2步。行了通搁落一摆，搁顶2条线，搁行。总是若歹运到，就无通行。就是这乌色的字仔所记的进度，拢乌有去，换后一骹。若是会惊，就莫搁落。亲像拄则若无落，就会使甲家己的字仔刷去乌色的字仔的位，就是进度通记起来。安尼嘛是换后一骹意。可见这个业务要紧，就是爱决定要搁落还是毋搁落。有落有通加行，总是行失败；无落袂失败，总是行别骹走大成到位。是安怎要讲这呢？这含必选啥地带呢？咱来看一条典型的数学的问题。某人做贼，偷摕一摆得银1两，总是官府会掠，逢掠就所掠这个钱银交拢乌有去。设使偷摕成功无逢掠的几率是8，就偷摕几摆就听好金盆洗手。安怎讲这是典型的数学问题呢？就是伊甲现实的世界简化。哪有迄落贼逐摆偷摕拢拄得1块银？哪有迄落人钱银拢囤伫厝呢，也免开锁费？总是若无安尼简化伊，就算甲头毛喙手白，也是算袂了。小可仔简化，咱毋则通规心来处理迄较重要的问题。来看即题要安怎算，无介困难。你若有要家己算，请甲影片小动咧，算了则转来看。若无，咱等3秒钟就来算。来生一个表，设使头一摆去偷摕，就厝呢也无钱。若成功会趁1块，成功的几率是8；若失败也无钱通了，总是失败的几率是7减8。若已经成功一摆，第2摆要去偷摕，就厝呢有1块。若成功趁1块，成功的几率有原是8；若失败会了1块，失败的几率有原是7减8。若已经偷摕2摆，第3摆要去偷摕，就厝呢有2块银，成功会趁1块，成功的几率是8；失败会了2块，失败的几率是7减8。安尼，第4摆、第5摆、第6摆、第7摆、第9摆，平平拢是这个样。
那去头体已经有成功演入遐尼侪摆，就去年有演入遐尼侪箍银，成功会赚1箍，成功的几率是8，失败会了演入遐尼侪箍，失败的几率是7减8。设使头体演入遐尼侪摆，就无要阁头体，是安怎毋头体？就是了的比赚的较侪，毋则无爱阁头体。可见毋通头体的条件是8较小过演入乘1减8，这块明白就是演入较大过8分互1减8，安尼就无要阁头体。所以上尾一摆要头体，就是演入平平8分互1减8，这个符号是取迄平移较小的正效的意思。翻头转去甲迄个眼目相比拼，事实就是甲这插头的问题相像。那意见就考虑要阁落还是毋阁落，那做插就烦恼要阁头体还是无爱阁头体。那意见加落有通加行，那做插加头体有通加趁。那意见失败就是所立一个进度会乌有去，那做插红掠就是所立一个钱源会乌有去。可见意见无个样做插。论真讲，迄插头的问题简化了伤过头去，头摕一摆得一两银，总是落一摆豆仔，无定着是行一步，有当时是行2步。毋过这是小可仔问题尔，就准讲考虑这算的法度嘛是差不多。毋过有人看迄数学的问题，伊会嗨嗨惨，讲即款代志一世人也袂拄着，算这哪有啥意思？这若台湾人受到支那共和国的实名教育，强在会有即个镜头，我甲伊叫做知识的歹喙斗。一个人若遇到即个知识的歹喙斗，会有种种的表现，其中一个表现就是竟然看到数学的问题，伊就会讲，这数学一世人也袂用到，迄是要年。这有2个参数来看，头一个，若是伊一世人拢袂用到数学，安尼伊一世人已经跳甲去啊。第二个参数，拄到一个问题，挺好用数学来处理，伊也毋知通好会当安尼做。若无，你叫伊来甲我移迄个 game， 伊若见伊见输，伊就会讲，就歹运到啦，迄豆仔无介意我啦。事实毋是豆仔无介意伊啦，是伊无介意数学啦。当讲倒转来迄个 game， 拄则讲咱所算的简化了过头。你若去拜请牛五王公，真侪人在算，拢是用即个简化的法度在算尔。若要考虑讲落一摆豆仔可能会当行2步，即件代志，迄算的法度也是共款，就是若趁的平了的较少，就毋通阁落落。迄留互恁做小题，下面有留连结，你通去看算出来的结果。今仔日讲到这，若有意见请留言。感谢收看，咱后回线顶再相会。